3年前离开卢卡过多年的个总理由，以归故乡屯卢卡的雅士红甲爬落，一个好食好食的东西，也开始做饼屯甜点来卖，还有也妈妈乡下做，以韩式世界有特色的客家点心，其中日本人喊做牛温水的绿糖糍，韩国系伊能点烘的招牌哦，也个个有客家味的点心店，变做推动吃送人是下煮茶最好的素材。 店門張開，然後做咗出過來，店家也無限嚟淘客家菜包變好來，一條都係祖傳的美食。媽媽家庭都被做嚟食啦，做嚟食家庭都幾好起來。裡面的餡料呢就很合口味，有那個客家的爆香的那個味道。一間3年前開業客家點心店，本地係雅士學。 天一台總理由全故鄉接客家業報後，轉去兼做點心店，用池上鹽糯米，當日現切現煮的綠糖糍，還係店都的招牌。用骨饃啦，做乜嘅吼？人有綠糖糍好食，骨饃加下食的點心嘛。我有一个手艺很好的妈妈，那我想透过这家店，然后跟她学习客家的传统美食，那希望也有更多的人可以。 跟我一样吃到我妈妈这么好的手艺。食嚟碗呢，姜麻糖水有彈性的綠糖糍，貴身呢就受難以來，下晝頭嘅時尚食嚟到上一台人客家好數意，因為全故鄉嘅後生人開創嘅事業嘅新希望。客家新聞陳居明推動報道。